大家好，我係社福同心嘅召集人，選舉編號110號嘅邱浩波。社福同心係由社研港深13位非政府機構嘅社工與政府社會工作主任協會嘅3名社署社工合組成一個團隊。我哋今次嘅合作對社福界嚟講呢，唔單係一個大嘅突破，同時亦都體現咗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社工嘅真正夥伴關係。正係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社工，大家懷住咧係共同嘅理想，希望為業界爭取發聲，為市民、為同工謀求最大嘅福祉。我哋一起參選社福界嘅選委，係希望促使特首候選人能夠就我哋嘅訴求作出承諾。大家好，我係社福同心19號嘅候選人伍超人，一直都喺社會福利署工作。我而家亦都係政府社會工作主任協會嘅主席。我覺得今次我一定要同非政府機構社工一齊參選，因為我哋都係社工，一直其實我哋都係合作無間，為有需要嘅市民服務。我希望藉住呢一次嘅參選，呢一次破天荒嘅合作，能夠集結彼此嘅力量，建立一具廣泛嘅代表嘅團隊，向未來嘅特首反映社會嘅情況同埋需要，為市民提供更好嘅服務，為社工爭取更多嘅資源，改善工作嘅安排，為建設和諧嘅社會奠下更好嘅基石。上屆我哋為咗爭取雙普選而錯失咗一次同政府爭取業界利益嘅機會。今屆嘅選委，我哋業界必須把握機會，讓特首候選人正視社福界現存嘅問題，務實去解決我哋業界嘅當務之急。社福同心要求特首候選人優化整筆過撥款，改善同工薪酬待遇，為社福界嘅發展定下實際而唔係空談嘅藍圖，改善業界嘅發展。求變求新，請投票支持社福同心。